好，唱一首老歌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有一个梦想，关于自信。其实我有很多梦想啦，不止一个。明年想要做一件疯狂的事情，不管我有没有钱，这样，想要做一场演唱会，2个小时都唱阿美族语的，然后在小巨蛋，乌兰的小巨蛋。有没有看过演唱会全部都唱阿美族语的？好像很少哦。然后我不知道，要去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如果要在杜兰小巨蛋办的话，我小巨蛋演唱会免费的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过来。我要先做分享的第一步，我要让这些就是部落的弟弟妹妹懂得知道，其实我们有能力分享的，然后我们好好去做文化的事情。吴宝春老师用原住民的小米酒酿做法国面包，得到世界法国面包冠军。魏德胜导演用原住民的历史题材拍电影，得到7亿元的投资。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棒，只是没有人拿来用。可是吴宝春老师跟魏德胜导演也不是原住民，可是他们用得很好。还有更多的，不是只有山酥跟石板烤肉哦，好不好？就是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做的啊！我要我的部落的弟弟妹妹，甚至我们部落的长辈知道，这些东西其实好好做、好好用，会很棒的。而且是更希望的是，各位朋友们，就是我们用文化交流、文化分享的心情来一起做，一起来保护这些事情，一起来成就这些事情。这是我的心情，所以办一场母语演唱会其实也没什么，可是。如果它的规模可以让部落的老人、部落的青少年们会因为这样的演唱会有自信，就是我们开始唱母语的是，我们一样可以请 dancer 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一样可以有 LED 墙啊，一样可以就像 Super Junior 啊一样，但是我们唱阿美族语啊，是一场部落的老人家唯一听得懂的演唱会，但是外面的朋友们也愿意欣赏，大家听不懂都在哈日哈韩的，为什么没有哈原住民族？我期待这个事情是大家的一种认同，然后做看呐。明年都来小巨蛋，我会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要来吗？你会来吗？会。我大概7月的时候。啊？怎么知道？请上网搜寻苏命的 Facebook。拜托，我是东海岸粉丝团人数最多的一个，但是记得我的粉丝团旁边的时候，帮我联署那个保护传统领域，然后保护东海岸，因为好像保护东海岸的联署人数已经超过署名的粉丝团了。我这个力量给它串联起来，都可以的。你可以喜欢蔡依林，但你也可以喜欢原住民啊。你知道吗？文化是分享的，没有人要限制你，但是只要你有那份心，这个事情就会被成就了。唱一首歌，老歌。我没忘记你，你忘记我，听过没？连名字你都说错，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。看今天你怎么说？你说过2点来看我，一等就是1年多。365个日子都等，你的心里根本没有我，把我的爱情还给我，还给我。我没忘记你，你忘记我，连名字你都说错，证明你一
切都是在骗我。看今天你怎么说？你说过2天来看我，一等就是1年多，365个日子不好过，你的心灵根本没有我。我没忘记你，你忘记我，连名字你都说错，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，把我的土地还给我。你怎么说？把我的土地还给我，把我的土地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我土地。原来邓丽君姐姐很早就知道了，只是她那时候不好意思说吧。好，最后一首歌了，相信今天很冷，不要感冒了哈，好不好？那要活到投票的时候，不要现在就年纪轻轻就感冒了，好好过日子啊，好孩子们。你说你谁的过来？要那个心情，好不好？投票很简单，没有那么困难。就靠我们的这份力量了，就跟第一次出草是一样的感觉。有没有第一次要投票的？没有20岁的？有没有？很紧张哦，不到1个月了呢。谁的巴莱技术？塞子人。有没有？用阿美族的话可以用赛德克的语言的口气呢，很像呢。哇，塞子人技术。好了，不要闹了啦。我自己在闹，对不起。好，最后一首歌，希望大家会开心，然后把这事情放在心上，用你们行动来证明这一切，好不好？这首歌《拉千玺》。天空下的太平洋一直蔚蓝着，太阳下的太平洋一直亮着，唱着我们的歌，唱着我们所有人，唱着我们的日子，唱着我们的名字。拉千玺是拉千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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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铁粉是拉铁粉。哦呀，我爱呀，那哦嗨呀，那呀哦呀，我嗨呀，我爱呀，嗨呀，嗨呀，哦呀，我爱呀，那哦嗨呀，那呀哦呀，我嗨呀，我爱呀，嗨呀，嗨呀。天空下的太平洋一直蔚蓝着，太阳下的我们还一直在唱着，唱着我们的歌，唱着我们所有人，唱着我们的日子，唱着我们的名字。拉千玺是拉千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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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铁粉是拉铁粉。哦呀，我
呀那咿呀哦吼咿呀，呼啊嗨呀哦啊咿耶呀嗨呀嗨呀，吼咿呀哦啊咿耶呀那哦嗨呀那咿呀哦吼咿呀，呼啊嗨呀哦啊咿耶呀嗨呀嗨呀。最有力量的尖叫！年轻人，我是楚命，我们一起加油！